就太阳一样。现在各位，这是为太阳一样。加强动音效，播下歌来听。 玉山青商会的会长跟理事要监视，要有这样的特殊才艺。哎，我把他们身份讲出来了吼。我们的表演是不是很精彩啊？赞啊！我觉得哦，好我想搞鼓励无啥搞，安尼配合者好不好？咱来者爱的鼓励，爱的鼓励了，闪亮三兄弟站好了好不好？好。好来，我数3下就开始了哈。1、2、3。 闪亮三兄弟，赞啦！谢谢各位。有钱的沙漠，我家在此讲鼓励，非常感谢我啦。多谢你。谢。等下咧听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哦，会有闪亮三兄弟的海报哦，海报就要挥过去了哦。听说在年底就要发片了，但是不晓得是哪一年的年底就是了。热情的沙漠，热情的沙漠。
整个沙漠。